今天奖励的学生有来自全省各地，那全省各地都有优秀清寒的学生。那么也因为这样，所以本校爱心办学以后，像今年就有6个台大学生，而且还没有主考。如果将来主考以后，台大的学生会更多。至于政大、清大啦，都有中央都有好几个，每一个校都有好几个人。主要是清寒优秀带动很多学校。那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爱心工作已经把桃园县还有全省的奖学金都提高了。这是我们开始办爱心奖学金的目的，有好事大家一起来做啊。